你有冇覺得自己明明好努力，但係事業成日撮住，點都突破唔到？係咪財運成日上上落落，好唔容易賺到嘅錢，又唔知點解花晒，感情又遲遲的着落，健康又成日有啲隱憂，搞到你心慌慌。好多時候，我哋以為自己唔夠努力，其實只係你未識得點樣順勢而行。試下睇下，如果人生有套導航系統，可以俾你知幾時要衝，幾時要守，甚至幫你調整環境能量，佢會係咩感覺？呢個唔係科幻電影，呢個就係傳承咗幾千年，被譽為醫學皇冠上明珠嘅奇門遁甲。講起奇門遁甲，大家第一時間諗起嚟，通常都係諸葛亮、劉伯溫呢啲古代軍事謀略高手，帝王之學，聽落好高深，覺得自己學唔識。呢個就係我哋開設呢個奇門預科班嘅原因。我哋打破咗傳統學習嘅高門檻，呢堂課主打零基礎，冇禁忌，你唔使死記硬背，唔需要任何易學經驗，都唔使擔心有咩迷信藉口。我哋資深導師葉合富老師獨家傳授陰陽奇門最簡單萬用嘅公式法，佢將複雜嘅理論系統化，變成一套現代人都聽得明嘅邏輯。無論係職場升職、商業決策，定係揾工面試、揾人揾體，都保證你一學就明，一學就用得住。市面上有好多易學課程，但呢堂課有一個最大分別，我哋唔單止教你點樣預測，仲會教你點樣改運。喺未來6堂課入邊，你會掌握一套完整嘅決策同佈局系統。第一，全方位預測，無論係戀愛婚姻合盤，定係投資理財風險，甚至係古玩店開業記嘅商業實戰，老師都會用真實案例一步步帶你接觸。第二，就係最精彩嘅風水秘術同佈局，你會學到失傳佢哋借星法，教你點樣喺吉時吉方吸收宇宙能量為自己所用，仲有針對個人能量場嘅兩儀風水佈局，透過簡單嘅插步移動就可以扭轉環境劣勢，甚至課程仲包埋招財、招桃花、增運氣嘅獨門秘法宇宙語。呢套智慧係古代帝王同現代精英都冇人唔識手嘅，而家你都可以有名師指路，少走冤枉路。本課程由資深易學專家葉合富老師親自教授，葉老師精通10家陰陽、奇門遁甲、梅花易數，仲有過路陰陽環境學。佢唔單止係香港古學金融學會嘅講師，教學足跡仲遍布海內外，甚至曾經喺委內瑞拉東方醫學研究會任教。多年嚟，葉老師已經幫過幾千間企業同家庭做環境佈局，實戰經驗極之豐富。跟住實戰派老師學到咗先至係真功夫。呢堂係一堂可以令你由迷惘走向掌控嘅必修課。無論你係渴望職場突破咗創業者，定係想為屋企人佈局安康嘅家庭主婦，呢門課都係為你而設。課程資料如下：日期2月14號至3月28號，一共6堂，時間逢星期一晚上7點至8點半，學費只需港幣990蚊，呢個係超值嘅早鳥優惠價。請注意，為咗保證教學質素，我哋最少10人先開班，名額好有限，報名要快手改，唔好再俾命運箍住你條頸，即刻報名奇門預科班，學識呢套人生外掛，等我哋一齊運咗為禍，決勝千里。